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早起正式宣布参选总统，要进行南北拼赢选举。国民党是表示真遗憾。中岛丰泰苏拉佮继续增强，气象局上紧今仔暗时也是明仔透早，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本地9月要开始巴比本贝托个氯二氮片要加做第4期管制药品，也毋过因为医界不满，所以先暂停实施。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早起10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伊讲，伊的参选是为着要整合在野的力量，只有南北两党整合，才有法度选赢。伊嘛强调讲，民意永远是比党意较大。接下来，伊会来全面展开人数，取得参选的资格。针对郭台铭宣布参选，国民党是表示真遗憾，嘛讲若是党内同志帮郭台铭公开助选，牵涉到危机的问题，党内会严肃来处理。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投入2024总统大选。选伫总统府对面的张英发基金会，郭台铭28正式宣布参选2024总统。佮表示会展开联署，伊除了发声铁路民进党，也表示要代表主流民意，整合南北两党。大家面对问题就要坐下来要谈嘛，整合都不一定赢，分裂一定输。凡拿整合还未完成，佮出现分裂。国民党对党内同志发声，若替郭台铭公开助选，有涉危机问题会严肃处理。也毋过有缘抱着一丝的希望，相信郭台铭最后会归队。中国国民党表达高度的遗憾，不过我们也相信，郭台铭创办人一定会和其他我们所有泛蓝的朋友一样，最后还是会归队。为了整合条件大，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有缘先继续亲走地方，拜伊伫彰化安排满满的行程，都是希望赢彰化得定下。拜访社团病院，更加互看作是要办定赢条仔卡。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是每一个人的社会企业责任，也是每一个人定期的一个义务。秀导天气带头起作用，在彰化不断深耕发展。民进党大清德早起是伫总统府接见台湾大学管理学院EMBA 属生。我们整个经济体在世界上的排名，我们是第21名，这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因为我们人口数才2350万人。郭台铭宣布参选为选战到下变数，也毋过伊若想要正式登记，联署人数需要经过中选会审核了后，达到289667人，才当取得参选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昨帮郭台铭徛台，杨志良伫台顶讲，即马台湾社会家庭暴力、自杀的代志真多，是因为无法度处理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这段话引起真侪争议。总统府发声明谴责，认为讲杨志良应该爱向社会大众回释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讲，杨志良无法度了解受害者的痛，佮鼓励暴力是真危险。为什么家暴？不准啊！我没有办法去修理蔡英文，没有办法去修理这个陈建仁，因为他有保镖，那怎么办？就去修理比我更弱的人。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前一天替郭台铭做事，不过伊的言论是引起各界讨论。总统府发声明严正谴责，内容指出，杨志良伫咧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捌做全国家暴防治的首长，煞无咧考虑受害者的想法甲创伤，为着选举话撒咧乌白讲，认为杨志良应该向社会大众回释的。也若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大力个批评，对于受害者的伤痛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而且他还鼓励这个暴力，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你用政治的理由来牵扯到说，好像要为这个家暴去找一个借口，这真的是胡扯。因为杨志良有受到邀请，假做宣布独立参选总统，郭台铭智库的成员。民进党立委讲出伊侪年来事件的情形，呼吁郭阵营唔通为着要救声势，就记载伊讲出无适当的话。国民党立委是讲，
伊认为杨志良的讲法对郭台铭的选情并无加分的效果。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曾经当过高官的人，然后讲这种话是很不合理的。杨志良署长，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于一片的善意啦，但是有时候可能他的想法跟他的做法，可能有时候会背道而驰。他应该道歉啊！我为什么道歉？他现在是水深火热，蔡英文不要你，我告诉你，他应该跪下来向全民道歉。大家都很幸福吗？很快乐吗？让我道歉。针对各界批评，杨志良要是坚持伊的想法，坚信不爱回失的，伊的言论要伫政坛持续地发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经过疫情3冬外来，今年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明仔载家己带团去上海，会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哦。马洪社讲会安排甲各台办的主任上岛来见面，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是表示，目前并无这个规划。这届有13个议员参加，是这几冬来上济一届哦。这个访问团大约是有150个人，毛袂少企业界的代表报名参加。因为两岸的情势真紧张，因拢毋望讲会当来增加交流。这一次好像会跟宋涛来会面，有这样的事情跟规划吗？谢谢。海岛敏感的议题无要回答。就从3年多以来，台北甲上海双城论坛头一届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29会亲身带团出席，除了会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嘛传出会甲各台办主任宋德会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目前是一无所知，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蒋万安3天2暝行程，确定出访的议员有13个人，是双城论坛人数上济一届。做伙去的出访团差不多有150个人，企业团嘛小济报名。真侪台湾的企业拢想要带去参访，希望伫两岸局势紧张的时阵，会当甲官方做伙去交流。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受到邀请，做分论坛主讲人之一。最主要就是要在智慧医疗论坛上担任主讲人之一，透过这个人工智慧、AI 等等，去如何来协助我们的医师的诊断，以及提升我们民众的一个就医的经验。双城论坛本来就是这个两岸重要的这个沟通的管道、交流的平台。那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这样的重要性就越发的这个彰显出来。我们的市民朋友跟台湾的民众确实是希望往这个两岸和平的方向去进行推动。蒋万安出访双城论坛，拄好拄到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形成。市府表示，早起的市政会议，蒋万安特别要求下局处单位爱甲风灾准备做好。苏拉的路线今嘛有较难平，市府嘛会密切关注风台的动态，即时应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苏拉愈来愈晚近台湾，中央气象局指出，讲无排除会发展成做强烈风台哦。上紧可能会伫今仔暗时，也是明仔载透早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上风台警报哦，上紧是明仔载拜2下晡会发布，包括东部佮南部拢伫警戒的范围内。目前预测拜3甲拜4哦，风台上接近咱台湾。另外，第11号风台海葵今仔早起8点嘛正式形成，敢会甲中度风台苏拉产生相大的效应，搁爱观察。迎接拜2上班上课，台北也无受苏拉风台影响，依然是真好的天气。不过气象局表示，因为苏拉豆豆接近台湾，上紧今暗时或者是明仔透早发布海警，陆警上紧明仔下晡发布，尤其是这几个县市拢在警戒范围。花东地区或是南部，甚至南部的山区，下雨的情况也有可能要注意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越接近它的地方，风力相对是强的，其他地方就是感受到风力，但是没有到那么强烈。那除此之外，金马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因为小道效应的影响，所以风力是比较偏强的。金马地区、沿海地区也要注意强风的情形。气象局表示，以目前预测来看，虽然苏拉的风台中心点未确定落地，不过要注意风台暴风圈也有外围环流，会在拜3甲拜4影响东半部甲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一直到拜5甲拜6，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天气形态依然无稳定。另外，要注意的是，原本伫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已经形成今年第11号轻度风台海葵，未来调向西北方向，伫琉球海面山震动，甚至有机会甲苏拉风台加做天环效应。气象专家是安尼看。它最多就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但是这个苏拉它已经强烈台风，所以反而是这个苏拉带着它往西边拉的分量走，所以基本上要有这个互动成员效应的机会不是很高。
专家指出，因为这摆苏拉风台暴风圈比顶一摆杜苏芮风台更加接近台湾，尤其是东半部加云林以南地区，拢爱严加戒备，降降嘅风台强风大雨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小署进前预告讲，对9月份开始，苯巴比妥佮氯二氮平拢会来乘做第4级的管制药品哦。若属医师无定期的申报，会来罚6万块以上，互医界是真反弹。认为讲安尼上过严格咯，未来医生可能会无想要开有这款成分的药品，会来影响到民众的用药的权益。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是表示讲，基层诊所用药会来做调整，所以这新制度会搁等2-3个月后再来宣布实施。新北板桥某一间幼儿园疑似饲药案，虽然新北地检署已经将家无起诉，不过卫福部食药署顶日宣布，为9月起，苯巴比妥甲氯二氮平和仿制药拢会纳入第4级管制药品。那医师无定期申报，会裁罚6万以上的罚款，引起基层医师的不满，认为矫正过头，增加困扰。稽查的结果，如果多一颗少一颗，都会造成至少6万元起跳的罚款。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使很多基层医疗院所不愿意再使用这个药物。医界表示，这两种复方药物定用伫成人的腹肚疼甲神经兴奋等症状，佫含有氯二氮平成分的胃药，治疗胃救紧效果真好。过去也毋捌有人摕药物去提炼做毒品，那未来变做管制药品，部分基层医师可能烦恼管理申报疏失，互开发，过去都无要开药啊，影响民众用药的权益。纳管并不是不能用，是你必须要详细记录它的进出，那以免这个不当的去流落到这个不适当使用的部分去了。是瑞元强调，管制药品就是毒品，正当使用就是管制品，毋是正当使用就是毒品。只要无处方证明由医师开立，都会出现问题。这是法制单位予的建议。那为着考虑基层诊所用药啊需要做调整，所以新政策会暂缓2到3个月，等基层诊所内部管理建立系统了后，才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过去大部分的意外拢是伫平面的轨道顶头发生的。无想到讲，昨暗伫高架段的真爱码头站，有民众看到奥多摆徛伫轨道顶头这实在是上过离谱咯。警方嘛会调监视器的画面，要来查这台奥多摆。下暗的轻铁真爱码头站一台无牌机车出现伫铁轨路顶面，事发伫27暗时8点外，轻铁高架第一摆出现机车乌白撞入来，毋拿单车的民众看戆去，外地游客嘛感觉离谱搁危险。这个轻轨啊，在轨道上。哦，那当然危险啊，任何人想都知道。公共运输吗？对啊，怎么会有那个摩托车骑上来？轻铁普吉大义站附近的大义街，搁是摆清楚标明禁止汽机车入来，但机车疑似就是对车撞入来，徛起伫大义站向真爱码头站的高架铁轨路，经过真爱码头站了，继续沿铁轨路落高架，徛将近2公里。它可能就是一个一瞬间从坡道的底部骑上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应该是刚好在巡逻的空档当中，那发生这样的事件。当然，如果我们保全在现场有看到的话，第一时间一定会予以制止，并且通知捷警来现场开罚。就算轻铁非上下班无营时段是15分钟一班，撞入铁轨路，有缘可能造成车祸事故，非常的危险。已经违反大众责任法，会使处1500到7500块不等的罚款。高捷甲政府警察嘛合作追查骑机车的人的身份，依法开罚。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之前桃园铁路地下化滨镇南端的引道，什么时间火车要驶出地面，引起争议。经过民众的抗议，县政府即马确定讲，地下化要搁沿1.2公里要过第66线才驶出地面。今仔桃园市政府佮交通部等单位嘛去现场会勘。透早上班时间，桃园标定中丰路66号快速道路匝道，甲附近的车路塞车是塞甲。原本计划成功路边交道，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施工，会永久封起来，在地烦恼交通的大塞车。伫尾2早起，就市长甲相关的单位去现场会勘。出土移到台66线以南以后，
在地的交通，还有尤其是施工期间的这个交通情况，要怎么来疏解哈，来做一个线勘，朝着往南延伸过这个台66线的方向再去走。但是因为相关的程序跟处理，我们是希望说，以这个原来的计划修正的方式。针对桃园铁路地下化，并伫南平引导要出来地面的这个案引起争议，确定要向南平刷1.2公里，过台66线才出来地面。有修正甲重新启动两个方案，目前认为修正计划上届下时效性。因若铁道局预估向南平刷的费用是增加115亿，有议员要求前市长郑文灿负责。原定这个工期的时间是要到119年，那我们现在南移到这个埔心过66这个地方1.2公里，在我们的环评的话是可以跟我们区段工程同步来进行的。郑文灿市长当时担任市长的时候，他拍板定的这个案，最少要延误了大概2年2个月的时间，然后还要增加这些预算，应该要由行政院全数来支付。针对附近塞车的问题，交通部表示，2月份高速公路已经有开放路径，消透上下班的车流。不过66号快速道路嘛有东西向的车流，是属于地区性的交通，而且公路总局甲市府交通局整体检讨甲改善。另外，针对临时铁基路施工，新公路边高道要需要暂时封起来9个月，嘛按算要租民用地来代替，解决交通塞车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正积极发展光电哦，也毋过早起有屏东的民意代表甲团体上北来到总统府的头前，因抗议友达光电公司伫邦寮甲树林拢撤掉来种电哦。伊嘛讲因破坏日军离镇石头营的遗迹，嘛伤害到当地保育类动物的生态。就惊抗议去污染着环境，屏东的民代和民众摕家己做的纸技能牵向友达光电公司的 logo， 抗议业者伫咧屏东邦寮撤树啊种电。屏东县议员蒋月辉带乡亲上北到凯道တင်情，伊讲即马第1期的开发伫咧总线，虽然还有第2期和第3期伊服约着停工，希望政府卖道理财团互相交接。蔡政府，你们不要跟财团挂钩，即使你们都是在图利财团。地涵内底有珍贵罕见的保育类无尾叶片叶帽伫咧遮生态。捍卫石头营联盟提供影片指出，伫咧开发案附近有日本时代的二战文化资产石头营碉堡，伫咧地涵内底有丰富的生态。但是屏东县政府拢目睭看起，当作无看到。记载开发案继续咧做，团团认为，就算讲要推动绿能，政府嘛无应该变作生态杀手。绿能是以友善环境为初衷的一个政策，可这政策竟然会变成一个破坏环境的元凶。保育类无尾叶蝙蝠的栖息也不顾，这整个砍掉，蝙蝠要怎么生存？针对石头营碉堡，屏东县文资所捌表示，已经有甲鉴定做文化景观，下令业者就要停工。友达光电嘛强调，工程袂影响到文化资产。另外，针对保育类的野豹，屏东县农业处去年和今年拢有公开招标，进行石头营遗址野豹族群监测调查计划。但是在地团体关心的调查结果，农业处也未有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军一架直升机撞伫澳洲的达尔文海岸附近的演习不幸失事，造成3个美军死亡，有20个人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台 MV-22B 系英式运输机，伫咧27例行训练时阵摔来造成死伤。美军达尔文陆战队轮调部队发声明，几落位重伤的人送去皇家达尔文病院，原因还佫伫咧调查。This morning, 2 US Marine Osprey aircraft left Darwin and flew to the Tiwi Islands, 80 kilometres to the north of Darwin. After 9 a.m., our Joint Communications Centre received reports of an aircraft crashing on Melville Island, around 2 kilometres inland near Pica Taramal. Those injured are 23 US Marine Corps soldiers. 这项演习有澳洲、美国、菲律宾、印尼加当地分2500万人参加。A US aircraft was involved in Exercise Predators Run 2023. The initial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 incident involves just US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澳洲教学电视台有报一段对话录音，有一位美国军方的官员向澳洲他台通报，涉及的地点附近发生重大火警。为了要应应愈来愈强的中国，美国、澳洲这几年加强军事合作。目前有差不多150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驻守伫咧达尔文，每年有2500人来这轮调，是亚太地区部队整训的一部分。这边12天的演习本来要到9月初7才结束，陆海空三军拢有参加，不过意外发生了，规个拢暂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后面的数位法25开始实施，包括Google 的 YouTube、各游戏、地图、购物平台、各 Meta 的面册、各 IG， 中国阿里巴巴的国际版、各海外版的 TikTok 等19间跨国的网络企业，头一批受到数位法的规范哦。这平台必须要管制假信息甲受贿的言论，若是违反规定哦，罚款是正重。爱华的公司全球一档营业额的6%。澳洲公民拿去社会媒体、搜寻网站或者是线顶买物件，可能经历过受贿言论，真侪假信息甚至遭到网络买物件诈骗。即马伫后面领先全球，伫8月25正式推出监管网络内容平台数位服务法 DSA 执行之下，是毋是因或者混乱风险会较少一点啊？ The DSA is here to protect free speech against arbitrary decis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and democracies against illegal content. My services and I will now be very, very rigorous to check that systemic platforms comply with the DSA. We'll be investigating and sanctioning them if not the case. 数位服务法去年11月生效，今年4月25将每个月用户数超过4500万的平台指定做非常大型网络平台。电商大公司亚马逊这个有名的网络电商，热链度以用户规模无符合非常大型做理由，要求百度伫第一批规范名单当中。We offer high-quality products from well-established brand partners, so we have zero risk of illegal products. 就澳边官员表示，这两间公司依然按遵守法律，不过亚马逊初步抗辩成功，数位法要求提供广告资料库资讯。目前已经和澳边法院暂停执行，全球地配接的非常大网络平台有19个，包含 Google 下开 YouTube 甲游戏、地图甲购物平台。Meta 下开 Facebook 甲 IG 甲母公司伫中国阿里巴巴国际版、速贝通、抖音海外版、TikTok 等，这公司8月25提交风险评估报告，2个月了后发布广告透明度报告，佮接受二度审核违反规定，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而控制数1月开始，所有数位服务会全面受 DSA 的规范，已经提出后面打击不实信息的自律行为守则，推特改名社会媒体 X 是毋是遵守后面规定也受到注意。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英国的尼西欧到底敢有水怪咧？最近阁有真侪人的讨论哦。苏格兰尼西欧中心前几天展开50多天来上大规模的搜查行动，有超过100个职工参加。负责人表示讲，这届的搜查是使用上新的科技哦，以深海水底的声音要来找水怪。咱做伙来了解。尼苏欧水怪是英国苏格兰上有名的神秘生物传说。苏格兰尼苏欧中心伫当地时间26甲27展开50多年来上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吸引100名职工登记参与，300名职工报名看直播。I don't know why. Maybe I just recently saw a movie or I had read something, but I chose the Loch Ness Monster as my essay assignment, and I thought, oh, 20 years later, it comes full circle, so I might as well come and join the hunt since I heard it was happening. 部分职工互分配到尼苏欧4个位的17个地点，监测水怪的任何现象。有一寡人是伫船顶以成立系统搜索。尼克森表示，这摆行动并不是要引人注意。We're going to be using some new technology this weekend. We've got hydrophones going in down to a depth of about 60 feet, underwater microphones, and they've been yielding some quite interesting results. There's been some noises down there which we've not been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早伫2019年时，科学家都把亲自分析苏格兰尼苏欧冰水中的 DNA， 已经排除恐龙这类大型动物存在可能。佮讲尼苏欧水怪可能只是一尾大蚱蜢。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检调侦办营建署的备案，查出前营建署的道路工程组的组长张志明，伫6天来涉嫌收厂商乌西7400多万互厂商取得工程的标案，检方是以贪污顶罪起诉张志明，嘛建议法官重判25档的有期徒。检方指出讲，张志明毋拿收乌钱，嘛接受厂商的招待、啉花酒甚至饲查某的费用，拢要求厂商来出。嘛，互厂商提出的道路品质改善的计划顺利通过。有屏东平湖、云林佮南投等县市的工程计划，计共是有84件的标案拢有关联，敢有陆客高站的人士涉案，甲这件案件。这个案件甲20年备案敢有关系？检方嘛个继续在追查侦办。再来看立委江启成今仔指出讲，有诈骗集团提伊来骗伊的支持者，讲伊人伫乌克兰在做战地记者，要求支持者付赎金，互伊回国。加在这支持者有去问服务处，才无防骗。江启成嘛批评讲，所谓发展部成立一档路，诈骗却愈来愈多。家己挂乌金目镜的相片，竟然互人截图，正做乌克兰前线的战地记者。由于江启成安怎也想袂到，诈骗集团摕有名人相片骗人，竟然也找伊的支持者、选民刘小姐，透过面册社群加来联络，要求刘小姐协助付13700美金的比特币的赎金。他跟我讲说，他在2年多前就已经辞掉立委，去到那边政府，他是由政府特派去那边做战地记者的。付赎金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了。刘小姐汇钱进程愈想愈唔对，决定打电话到服务处来问，才发现拢是一场骗局，佮甲江启成到警局报案。江启成批评，敢若伊本人将近1年，相片互人盗用的案件就超过100件。回顾所谓发展部成立1年的表现，选择打诈算是愈拍愈多。抒发部应该是一个打诈的主力，最后变成是打杂，在做这什么点面线的平台，然后最后呢，看到这个成绩，我是觉得在打混啦。数位部在这个打诈纲领里面的分工，那数位部基本上担任是堵诈跟主诈这个的协办机关，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做检警支持的，强化第三方支付的管理，电商导入银码的机制。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宣布了政府短码简讯平台111的这个公布。网络诈骗是5火10色，所谓部表示，已经协助检警机关甲Meta建立绿色通道，下架实在广告，佮甲赖公司建议建立红色通道，下架诈骗相关的效果，希望继续精进所谓轰炸工具，打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市面上又有假钱在流通苗栗竹南一间槟榔摊，第2个下晡有人客摕100块的纸票买物件，无等找钱，人就走了。后来店家发现讲，这张100块是假钱。这间店家最近嘛已经是第2届收到假钱，嘛已经有去报案了。电验翕到这台轿车来到槟榔摊，用100块的纸票要甲头家买50块的槟榔。伫咧头家要摕蓝山来找钱的时，车煞已经驶走。头家详细甲看，才发现手提纸票是假的。摕回来时我摕过手了，要甲未走，我未徛着，要甲变开了，车就紧驶走啊！哎哟，真是济钱啊！200块尔，唔免啦，莫久要出完呢。代志发生伫2个下晡，苗栗竹南的这间槟榔摊表示。对方把这张假钱对后交予伊，了后就赶紧落跑。店家讲，进前也捌收到100块的假钱，摕出来比对，发现2张的号码同款，纸有较粗，大细无同。下面的制作厂商名称也予人改过，烦恼假钱的以小票形式伫市面流通。同一槟榔摊上个月也曾遇到类似手法，经比对2次收到的假钞为同样号码。警方现已掌握特定车辆。警方表示，目前正咧比对店家的电眼，追查行为人到案，也咧追查敢有其他人受害。若真正的纸票，除了有变色的油墨，伫咧角写名言的所在，摸起来也较有立体感。加上透光来看，会有浮水印帮助辨认，提醒民众要加注意。记者苗栗采访报道。
最近天气真热，高雄基顶有真侪民众拢去海边耍水哦。也毋过因所发现讲海水内底若剩有油，所以因的脚底、面佮有手拢捌着油，是黏铁铁，真歹洗。干务公司表示讲已经有诶清咯，昨开始哦，海边嘛3天无要开放。一个条目片差的，看我，生气民众一直骂，讲代志发生半点钟啊，无任何官员来到现场处理。伫现场洗脚民众拢捌落水耍水，代志发生伫一礼拜六暗头啊。东港下晡3点了后，陆续游客反映，耍水时阵吸到着深色的油，面手脚拢真黏，也有对台中来耍的游客也捌甲规身躯。那个台中过来骂死我，说你们高雄最烂了，烂死了。所有的这个机关推来推去的状况，让我觉得政府机关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隔离民众，只是呢在这个岸上做了一次的广播。当时在场最志刚的民意代表，经过各地方协助，也积极起诉相关单位，当时处理不好。最严重的地方是有100米左右，我们已经用封锁线把它去封锁，然后去禁止游客进入。你觉得好像水有一点点粘性，是真的，好像有一点点。高雄港务分公司无排除污染源，敢若是天赛轮的残油飘到沙坡，甲沙结冰了后，正水油球，有个污染范围大约100公尺，会甲沙坡封起3天。到礼拜下晡3点，总计捡到大约12公斤。初步现场敢若一寡线油球无扩大范围，来检查其他的沙坡也无发现有油，也强调天赛轮残油抽除作业，到即阵无大量泄漏，也是油管憋气的情形。每工有4只工作船监控海面，到即阵敢若发现一寡油灰啊，会以上严格态度避免污染海域，造成生态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之前宣布讲，按算要开放中国旅行团来台湾，嘛开放中国籍的人士会当来台湾商务交流。也毋过讲，国台办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民进党政府家己的画大饼。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回应表示讲，陆委会已经提出善意，即马着看对方的态度，嘛望讲会当有正面的回应。陆委会顶礼拜宣布恢复第3代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观光业，嘛恢复2花团体旅游的规划，而且宣布为8月28开始恢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商务交流。不过，国台办却是批评这个规划不是真正的恢复，对2花交流颠倒是更较严格的限制，敢若是民进党咧讲痛的尔。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受访的时阵讲，目前陆委会已经有提出善意，期待中国会有正面的回应。陆委会跟我们在讨论中，也都释出了善意啊。我们期待，在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哈。我现在是看不出来哈。王国材表示，影响恢复2花旅游，包括导游、甲领队的训练、接待能量的准备，也有包括旅游行程的规划，会伫接下来这1个月来做准备。不过，旅行社业者也真烦恼另外一件代志，就是目前台湾观光旅宿业欠工的问题也真严重。从疫后解封之后就很严重如果这路还要进来的话，那可能这些人不补上去的话，我们的供应量可能都会更紧张。包括劳动部的这些扩大就业的方案，旅宿业这个。他们在这个清洁工是清洁人员我们有一些这个补助了游览车的部分现在也在包括人员的一些训练了。我想准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国台办若无新的回应，陆委会1个月了后，敢有可能无开放2花旅游？王国材强调讲，会先甲陆委会讨论，旅行业要是会当先准备旅游行程的工课，1个月嘛袂囥伫遐咧用。伊嘛强调讲，2花健康交流是咱打拼的目标。期待对方善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公告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草案，预告期是到8月底哦。义务团体甲立委今仔开记者会，因认为讲，这个草案较重调查，无重视辅导。另外，伫认定方面哦，佫出现真侪重大这款无清无楚的问题，因呼吁讲应该要召开公听会，大家讨论来找出共识。
提辅导爱落实这文字的手榜，呼吁社会大众爱注意教育部公告的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草案的问题。这个草案有期到8月底，按过医学团体甲立委举行记者会，因为草案重调查、轻辅导，认定上也有情节重大等的模糊文字，亲像是愈改愈未清楚。辅导的过程其实大概就是没有谈到多少，大概只有2条这样。那有一半以上的条例，通通都在讲调查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重调查轻辅导这件事情，其实只会让学校面临更多的困难。本来生对生，我们觉得应该辅导先行；师对生真的应该要对于调查，实际上是要明确。可是如果这样看起来，这边反而强化了调查。医学团体甚至认为，学生对学生的霸凌，不管是不是成立，囡仔就是拄着困难，所以爱辅导先行。这份草案所有一半条文拢在讲调查，呼吁应该开公听会，应做共识。这次条文大家感觉上好像调查条文变多了，会放进条文里头，都是经过再三斟酌讨论，觉得有帮助大家厘清，不会大家产生很多疑义，也确保学生的权益，避免衍生争议哈。教育部代表强调，草案的有期到8月底，收集意见了后会慎重处理，也强调学校目的是办教育，不应该学校后加做调查单位。草案不足的所在，会透过案例检讨这方式来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苏拉风台要来咯，地方哦，拢会抢收菜市甲果子。伫花莲吉安乡的香瓜仔心哦，伫顶一届的风台风扫掉5成，即马风台又搁要来咯，所以农民哦是真烦恼。来到吉安乡瓜仔树园，虽然风台要来，不过农民根本无采抢收，因为受到8月初多数的风台强降雨影响，大概120公顷的瓜仔树有5成多斤。即马搁要来一个苏拉风台，大家拢真烦恼。已经大概将近50%，那可能第2颗再来的时候，我很怕说它全面性的就死亡，因为我们已经补过1次，不能再补第2次，所以说农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哎呀，后面下半年的生计怎么办？因为吉安乡瓜仔树是供应大台北地区上大山区，希望热金雨产量为逐工供应20吨降到即阵2吨。那天然灾害补助办法今年只会当清零1摆，农民今年一定是去了，希望政府斗3工。因为补助只能1次嘛，那这一次过了，那可是菜种跟所有的农畜菜都死了，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农民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哦。我们也希望说有更专业的单位来针对农畜菜这个延迟性灾害的部分哦，做一个彻底的检讨。除了安尼，过年韭菜当咧抢收，也毋过有160公顷的蚵仔，因为还未到采收期，所以农民拢咧观望。也毋过，若拄着风台造成关叶毁损，蚵仔无法度吸收养分度的烂气，到底是收也是毋收，农民真歹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农民种的大白种的石茄，最近有一批特别会当收成咯，也毋过风台要来咯，所以今仔早起哦，台东县长就专工去果子园来了解洪灾的状况。农民哦嘛甲县长怨叹讲，政府甲帮往来石茄推广拼外销，大白石茄今年绩效无好，伊希望县政府嘛应该要来斗3工因做行销。大白种石茄即嘛是大出，按过风台要来，农民先采收有9分的，避免互强风吹落去造成损失。所以这1-2天可能会有强采果的那个状况，所以市场一定价钱会不太好。台东县长早起也到果子园巡视，农民讲已经咧套纸袋啊，各包红糖的网地，红糖也红红，按过农民有怨言。县府全力行销往来石茄，所无重视大白石茄，今年大白石茄价销比往年一袋斤少20块，也希望县府应加强行销。扣除韩国大概在30块。基本上我们是希望，也要求我们的农民哦，能够注意一下我们这次台风的状况。那大木石胶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农民保持密切的注意。农民讲热天果子绩效无好，就看下一回冬天绩效较好。即马咧受粉，虽然风台路线偏南，不过农民依然真细致，加树花避免拍伤受原粉的石茄花。今年恢复外销中国往来石茄也慢慢进入开花授粉期。县府呼吁农民按注意风台过后果子园管理，避免发生病虫害，影响品质，个别滞销。记者综合报道。
农地温室规档就爱换一批塑胶篷布，也毋过一寡公所的清洁队无愿意斗相共回收，有的农民就乌白色，还是讲家己乌白蛋造成污染。云林县的环保局是表示讲，有厂商发展一款新的技术，会当来回收再利用，咱做伙来了解。半温室的农地靠风拍折，塑胶篷布甲网仔过几年就拢爱全部拢换新的。因为亲像这款农业废弃物的塑胶，拢互真做一般的粪扫处理。不过却因为回收较麻烦，或者是有农民贪一时的方便，煞乌白蛋、乌白烧，造成环境污染。若树下吼，像咧木搭木规条啊，这若树下啊，就拢收收啊，偏偏满是价，安尼放规堆安尼啦。用来冬尾吼野菜啊，播种菜的时阵，阮就去机啊，还是。讲菜啊，甲냉起来做风味，所以阮袂去烧掉。有一寡农民表示，因为一年四季种无共菜色，有当时都爱用着网仔来查空，就会甲附近的农民收人无爱的网仔。为着要提供更较侪管道来回收，云林县府环保局要提供农民逐个月回收1车的农业废弃物。在110年开始我们落实这个农业废弃物农地膜还有这个防虫网这个回收的机制了统计到今年为止，已经回收了79公吨，那整个回收量也达到将近46公吨环保局表示，过去农业废弃物大部分拢是准做粪扫处理，所以回收的量加减有限制。若即马有厂商透过新的技术，会当将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定制做再生塑胶粒仔，经过加工了后，成做新的产品。回收的量就会当有悬，不过农民就要先将废弃物顶悬的涂刷变好清气，送去回收了后，作业的流程才会当更较顺利。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屏东的里港有一个定远自治区，这的居民真侪拢是对云南来的游击队的亲人甲后代因伫战后搬来台湾，到今阁保留因的传统。因伫7月时有真特别的祭祖的仪式，有少年人嘛甲这风俗记录落来，咱做伙来看卖。旧历7月拜拜，传一道的好料。不过，这阵民众真特别，香毋是插伫咧香炉，是插伫咧芭蕉的茎，而且佮沿路摆去到涂骹。农历11接祖先的时候，我们会先取那个芭蕉树茎，把香插在上面，然后做接祖先进门的仪式。准备6样菜跟6碗饭，然后再准备茶跟酒。这是屏东县里港乡的定远自治区。这居民拢是因过国境内战的时，为中国云南去泰国、缅甸北部的滇缅游击队的眷属和后代，战后迁徙来台湾，到今这个聚落也个保留族群的信仰文化。11就接嘛，有的初1就接了，就拜了，拜到14才送，每天要拜，我们吃一餐再拜一餐这样子。按照因的传统，伫咧旧历7月11爱拜拜迎接公妈，到7月14则个送公妈出门，这摆规拽芭蕉插香，就是咧甲公妈带路。我觉得传承这一块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都把那个信仰的仪式简化再简化，我想要把那一份美好延续下来。即马嘛开始有当地青年登去社区访谈，记录因的信仰、故事甲料理等等。就是希望会当将滇缅的文化延续落去，嘛推广互愈侪人了解。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歇热云林西里拢会举办国际志工营，今年嘛已经办第13届咯。国际志工来斗相共整理旧厝，维护老家的环境，嘛来认捌在地历史这活动望讲互外国人感受到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嘛讲甲咱台湾的文化来消解互全世界。外国人提供推野为条啊卡落，搬山建材清理环境，因是为世界各地来的国际青年参加云林西里办的国际志工营队，毋但学着安怎翻老厝、规划老家的环境等等，嘛互因愈认捌在地历史。So I was very excited to work here because I love 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in Taiwan. 在这边的古迹修复动作，他也觉得很有趣，可以亲身参与台湾承载了日治时期不同脉络的建筑体拆除，他觉得很有意义。国际志工营的高达已经办13年，有袂少志工讲，因是第一摆来到亚洲国家，感受到真大的文化冲击甲无同的建筑特性，透过一边听一边修复古迹。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安怎影响台湾的建筑，有西里的乡亲去年佮捐出200年老厝，互营队的学生会当有所在通学习。等修复完成，会正做西里老家博物馆，
开放予民众参观。咱就利用每一摆的机会，每一摆的时间，互咱的少年朋友、国际志工营力量，大家做伙来关心这2间古早厝，嘛将这2间古早厝就大家力量来恢复，来重新来使用。后届这就是会变做咱西螺老街博物馆内底的一栋。这个活动唔但会当促进地方的发展，推动老街的文化，透过甲在地人互相交流合作，嘛互国际之间感受到台湾人的宁静味，顺利甲台湾文化推广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客家有一项真特别点心哦，叫做猪笼粿哦，一般嘛叫做客家菜包。粿内底是包菜头丝、香菇、正鸭，再搁摕去炊。南投国信乡的社区，就特别使用在地姜黄、红卡、咖啡等特产哦，做出彩色客家菜包，好看搁好食，咱做伙来看卖。把菜头签、香菇、甲肉丝放落去炒做鸭，再搁包入去粿内底。这就是客人特有的传统点心猪笼粿，也就是客家菜包。因为形体亲像早期掠地的猪笼，所以号做这个名。南投国姓乡的国姓社区发展协会配合县府推动的幸福社区计划，举办学做客家菜包的课程，和国姓、梅林、长流、甲甘仔林4个社区的妇女做伙来体验。我们是梅林社区的，我们现在做这个猪笼版，较早人讲的菜包啦。欢喜，嘿对。哇，我做绿色的草粿，艾草。112年小旗舰这个子计划妇女成长班，做我们客家庄的一个传承。由国姓社区带头，示范安怎运用社区内资源来推动福利服务，发展特色。为着把传统点心用创新的方式呈现，讲师结合在地特产，加入姜黄、香、红卡、咖啡、甲糯米等原料，做出5种色彩的客家菜包。咱吹馒头是讲你最滚下就看是20分啊啥，就熟啊嘛。这你就吹炒10分钟左右，火慢慢，就要掀开。好吃。猪笼版好，赞。透过多元性中演习课程，互社区的妇女会当互相学习，同齐认捌在地文化，也通推广社区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听众朋友买当实际感受听音乐会的感动哦，美国纽约最近一场古典的音乐会，都互听众者穿一款会震动的装置，无共乐器的声音哦，会伫身躯无共的所在震动，规身躯哦有24个所在，代表无共声音的震动，互听众者有无共款的体验。那么做伙来看卖。美妙音乐声，互听众是听甲最茫茫。这场伫纽约举办的古典音乐会，大卡观众拢穿一种震动套装，这是专门为听众人士设计，欢迎透过穿地色装置感受现场演奏的音乐。An orchestra, I'm going to have the violins across the chest, and I'm going to put the cello and the bass elements in the back, and then we'll have some horns and stuff over the shoulders. But if I was to use it for a techno gig, it would be kick drum, snare, hats maybe on the shoulders, 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approach. 这装置加上手环加卡棒的套环，有24个震动点，透过震动的方式带来3D 宽摇的音乐体验。秦末曼是一位作曲家，不过911事件互伊听力受损。这个新的技术，互音乐更较有想象的空间。Originally, I was actually wired up like I'm going to be electrocuted, and now they're separate, and so it was very, very exciting. But I still feel, down your nose. I'm always like, we want to go, we want to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So it's very exciting that now we have more flexibility, and the technology, the variation of dynamics, the variation of tones. 一间专门研发复古的科技公司研发出这种震动套装，希望让听众者因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感受音乐。过去听众人士大部分用手摸喇叭，或者是提起几啊感受震动，这套装就连听力正常人拢感觉照意记。I'm a hearing person. But I think that the idea of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for a hearing person is going to be exciting because music happens at so many different levels.
and of course the physics of music and all of that. So the idea of having access, even as a hearing person, to some of that bodily, it's very exciting. Yeah. 这种歌也捌伫摇滚乐团甲女神卡卡演唱会当中使用。设计者认为，透过这种方式体现声音的震动，就算毋是透过耳仔听到，依然应互听众者建立听觉记忆库。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